保养สุข休上太上宮，要拍太假歌。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土司中阿中古鄉下嘅老後生人大嘴古了。歡迎大家收看今日嘅 TP 節目。做乜解有 TP 節目咧？做乜解咧？因為30年前有一群後生人，有一群客家人，為咗爭取這個講客嘅能力，還有權益，行上街頭。到1988年12月28號，萬我模擬態遊行到台北來舉行咧。不過經過了30年，對呢下後生人來講，客家嘅身份、客語對佢哋心目當中，將來嘛該重要性呢？今日我哋就講到50後生人，老大家向下來分享佢哋嘅客家心，掌聲歡迎。首先，老大家小嘅係子怡。大家好，我係青好用客語老阿公阿婆打嘴鼓嘅子怡。你叫你做到像 Lisa 呢 ？Lisa 係嘛？就還是那個冰雪奇緣。Elsa。我客家好嘅英文唔好。嘅第一個老大家小嘅係李家。大家好，我係啲木下無講客就無人插嘅嘅李家家家。無講客就無人愛插，唔講唔知呢一片講客，大家都會插你。冇唔錯，按是誰什麼大家？什麼大家？呢陣就老大家小嘅係白鉗。大家好，我係希望好有人嘅一天愛做繞坡到客家嘅世界當中背來背去嘅白鉗。馬凱公司輔助台呢個係計，當基本做到2成3，不會來把你們這些小雞抓走。聲音哦，大家聲音好。其實到台家小嘅係飛機。大家好，我係用音樂來讓美食來傳承客家嘅飛機呢。一種咩東聲音哈，最尾到台家小嘅小福。嗨，大家好，我係因為曉得講客古所得到當多好處嘅小福。因為曉得講客得到千多嘅好處，我基本誒大家去討論就係合法，應該唔會對大家來講唔係東難嘅事情哈。不過你先來看一下一個調查哈，就係1805年度客委會嘅全國客家人口概2年資料調查嘅研究統計報告，在地部有當到特別愛來討大家講嘅時候，第一個有3成1嘅客家民眾會主動表明自家嘅客家身份。第二個有5成4嘅客家民眾，加嘅未成年嘅子女有客家認同。再來問大家，正常嘅後生人，你知道你到我會主動表明自家係客家人冇？會主動表明講，哎，我會講下嘛，對自家嘅客家身份會驕傲，你還知道？哎，我不想講，很自卑，我就按用音樂嘅詞語。我呢一片會非常驕傲講，我係純種嘅客家人。哪個純種客家人哦？雖然我上來東廠演出名，唔講係真嘅客家人，因為像我爸爸係頭份豆粉片幾片嘅客家人，跟我媽媽就係苗栗火車頭幾片嘅。因為大擺啊，有人問講，誒，你係哪一片客家人？哦，我係苗栗，後面那片我就講苗栗火車頭，睇嚟就聽你話。我同你，誒，你分那片，我分苗栗火車頭，冇談過哈。你就帶火車頭啦。我係要發現講，我大擺講苗栗火車頭，大家都會笑，我都唔知笑乜嘅東西的。唔該，我帶火車頭。不過我喺談到有人出嘅講客嘅時節，我就會有啲被吸引過去了。會想到。係會想到誒，就會自家人講，誒，你講客係嘛？我要講客。大嘴鼓。係最愛用起。不過我講我非常驕傲嘅部分係因為我發現當大擺我出嘅我輩講客嘅時節啊，從聽到嘅阿公阿婆啊老人家就會表現出非常嘅幸福嘅感覺。我就講哦，我講客真嘅係講對咧。係啊，我本期都真幸福嘅感覺啊，故所我會非常驕傲講我係客家人。接下來每日一生，而且從細到大見講客話，你嚇講貴語咩要嘅客家強嘅黃師傅。係啊，冇啦，我講貴語。哎，你講一半啊？我沒有啊。不會講國語的哈。咩？因為你見講客咩吼，上次我編唔過來點樣？我冇啦，講貴語哪有客家強？我就只講阿爸。我阿公阿婆、阿妹、我家公家婆，全部就行人啦。啊，對客家人的我就唔知啦。喺做地方，我希望我做對奮鬥一些的烏克蘭血統。哪個研究？我哋嘅研究冇奮鬥啦，完全冇。非常嘅客
我就想我就让阿爸上到去太有正常，应该係有隔代嘅遺傳。唔係啦，我知道你仲係加上烏克蘭嚇，唔過講嘅客家貴語很違和呢。用歪咯，我曉講下我很懂自豪啊，錯冇？講我到啲路方咪好，我那唔加講嘅。客家貴語，吼有客家腔嘅貴語，那路方談到有人講貴語咩吼，有的人咩吼，真嘅很明顯。真嘅。我就這樣講，哎呦，你漢人哈。哦，那清楚啦。那位漢人，但是就話講佢啦，哎你，按你講國語翻譯，好像你混哪裡的？還沒有你咧，我新做嘅，哎你還會講漢語，但是就會講啊，後生還會講漢哦，感覺其實會有點小興奮。真的，會聽呢，有人會覺得說他鄉遇故知，一路後面都在讀到漢語，又還後生人，感覺就會莫名其妙的有希望嘅感覺，就增加了聊些話嘅皮膚。聊些話，剛剛小鳳講到是，哎你太感動，很有心有戚戚嘅嘛，一出去，哦我今天打球呢，哦，你漢人啊，你漢人啊，哪裡打球？哪裡打球？我要丟球啊，就會丟那邊氣就好了。你把不給白開就，哎呦，好像我有省到，然後哦，漢人啊，咁講咧，種白強，睇真係對體育事業到2萬嘅啲嗬，哎你種白強嗬，對開始嘅時間冇乜會講下，到2萬嗬，幾會講下，真係要給他一個掌聲。咁我彈講後擺亦係場比賽嘅常勝軍係冇？係正經為咗大家分享咧，係因為吼，提醒我嘅細細節吼，就是擺國小嘅細節啦，我嘅社會嘅線上吼，上一堂課，講到三山國王係客家人傳統愛拜嘅姓名啦，我想講，我冇談過啊，我係客人，所以呢，我是舉起手，然後全班嘅人講，我係客家人，我是客家人，哎呦，從了之後，以後所有嘅染工比賽啦、唱歌嘅比賽啦，全攞我去。他就我想，係咪係台北市吼東小客家人，所以我係唱得到名次呢，所以每日會安用。那天你冇讀到我啦？哦，因為他不上不了台面。唔過每日會安用市場得到名次嘅關係吼，我正經哦當外上，我自家係客家人嘅感覺哦。唔過因為我嘅染工啊、唱歌全係配嘅，全是背嘅啦，所以我會撈大家講哦，我係客家人，唔過吼，我是會講。大家好，我係客家人，我係種白槍，安用您聽聽。結束嚟嘅，呢啲事情拿來講。我睇下報告一下，因為我喺台北客人，我台北在通內府國小喺潭美國小，大班我要去用，只要有比賽一定係我參加，我大班就貼入名，因為全校只有我一個客家人。其實係咩反應？以前啊，你學校來做我一個客家人，因為大班都係我去比。我大班就貼入名，因為就我一個嘅。大家都係貼名啦。真嘅懂驕傲，係唔好因為係要自家係客家身份，要知道懂驕傲，自家係客家身份懂驕傲有冇？係講懂驕傲，係驕傲。就是爸爸媽媽要讓你講你係客人嗎？哦，我一聽哦，為了大家分享哦，因為我爸爸從我細嘅時候，是讓我講，你一聽我記得哦，你自家係客人哦，我真經我記得哦，不過我為了大家分享嘅，其實哦，我係混血兒哦，你看我帥氣嘅外表，挺拔嘅鼻子，你聽聽我混血兒嘅感覺係嗎？你分哪邊？分哪邊？我係日本客家人啦，日本外省人啦。都市分哪片？混你那邊。哦，咁啊，我真經我講，我爸爸哦係突然幸福鄉哦，講海料嘅客家人哦，係真經外來講血統哦，我係張六合嘅祖孫哦。張六合嘅祖，老太家報告啦，誒你張六合，誒你嘅戶口當有名嘅網速，即係大敗嘅瓜子嘅時間2-3千啥，真嘅，動力開嘅新聞都有報咧。先別講到血統嘅事情啦，來每下要嘅後生人同特別就是從細嘅時間，都唔好講客話嘅。其實我係最真實嘅人啊，無人係這個世界真係看唔好講客話，非常嘅說講客話做
做嘛嘅，我朋友冇講，因為我係帶較都市嘅素材。我說我朋友冇講客話，我做嘛嘅講咯。韓國有陣時我爸爸啊，我強迫我講客話，自細出來講客話，係我一入門嘅時節，佢有搭嘅 stamp 啊貼紙，就講搶同聲嘅講客話。我看到我就知道哦，啊你動態唔掂喎。結果我入去嘅時節就聽說嗰種我爸爸講華語嘛，我爸爸講我說爸爸我今天怎樣怎樣，我他唔識，你講客話，我他唔識講客話，我他唔識講客話。真嘅係講愛講客，古時候我自細就開始講客，到睇嘅差唔多小學嘅時節啊，開始來比賽啊，就知道哦，原來講客語啊係一種公用嘅事情，都也還沒做主持啊表演，就知道哦客語啊原來做得聽書我按到，因為自家咩話有一種愛傳承嘅一種感覺啲嘛，係因為我都係好生命嘛，按難得做啲講客話，古時候真係愛好好來去講客話，繼續傳承下去。唔講我自家算係四分之三嘅客家人啊，因為像我爸爸係苗栗縣嘅南州人，佢係四縣強嘅。唔講做乜嘅四分之三嘅，因為我媽媽佢咩係客家人，我嘅家公係客家人，喺花蓮嘅鳳林嗰邊。唔講我家婆又係福隆人，因為媽媽做乜嘅唔會講客呢，因為頭擺嘅隔壁鄰舍、佢花蓮嗰邊啊都冇人愛講客，所以講客當場都講好落啦，乖乖嘅啊。古時候我媽媽唔係當我講客，古時候我就知道我自己係四分之三嘅客家人，唔過我咩係客家人咯。好了，老大家報告一下，其實兩下根本沒有純種這樣件事情。你台灣啊有人研究哈，林瑪麗教授有研究到，台灣有85%嘅人都有平埔族嘅血統，所以其實只要你是台灣人，你大部分都有原住民的血統。好，你先聊一下，等下之後呢，繼續老大家討論到頭擺30年前，佢總得講母語嘅年代咯，聊下先聊一下。我本來自家身份係認為，我感覺我嘅客話真經咩係暗號啦。讓我自家想我講嘅想法，用溫情啊、流利嘅方式來表達出來啦。所以我本來自家圓周率嘅分數係認為吼，希望我學習講客話嘅能力吼，做得從圓周率嘅小數點強咯，完全唔會就結束嘅人嘅啦。哇！歡迎大家到咗嚟後生太上講嘅節目現場哈，家用滿到睇自家樣板來表明自家嘅客家人，韓國會表明自家客家人嘛，會驕傲嘛。唔過咧，聽講惠勤係離開客家莊以後，將對自家嘅客家身份開始有認同，係冇？從我開始係爸爸係漢人啦，阿公咪漢人，阿婆咪阿媽咪漢人嘛。韓國人家媽媽是係外省人，因為家公係外省人。韓國係因為離開族東嘛，本身老大是喺大族東，因為嫁到台中，去到台中時看到嘅人全部都係福隆人啊，所以嗰種時我是我開始老記到講我係漢人，韓國我是係唐某咪是福隆話啦，是我姓朱同老記到講啦，係啊。當你面當離開啦，我係漢人，我係談一些嘅唐某咪是福隆，因為佢都當慣講福隆啊，係啊。喺去到嗰時係喺有張眼認識，因為我接觸到嘅全部都係福隆人嘅文化。我是話開始想講，頭擺我到做到看到嘅東西啊，識到嘅東西啊，所以我知道連全冇窮人，全冇窮人，就我知道有意識到，我讓大家講啊，這個係係還有一種意思，就像你平常只待的那個舒適圈嘛，因為你覺得哦，倆師姐，完全就漢人嘅師姐，台灣人，唔係就漢人天地，要竟然要福隆人哦，就按你嘅感覺，唔過一下就講到，家下一開始有講到，即係30年前，家下喊到戒嚴時期嘛，嗰時節做唔得講母語，福隆話、原住民話、韓國客話，就做唔得講，韓國人家是講母語，嗰時行個掛牌講我不說方言，韓國本人發錢誒，大家有談過按你嘅故事，按你嘅情況有冇？有，像我嘅阿婆就有人嚟講，佢以前細細嘅時出去讀書嘅時，中學嘅樣子，佢那係出去辦香港客話嘅時節，就會本身上講愛發錢，嗰陣時因為嘅錢係清泰嘅，啲小朋友冇買錢，嗰時候佢哋都清強講客話，就會練習講法語。阿婆還有講佢出去民國50年嘅樣子，係人嘅阿公，鄉下對條款都。
台北来大病，係來做事。嗰陣時呢，一開始來台北嘅時漢人較少，河南人較多。故說佢講嗰陣時，佢哋嗰種三歲5歲嘅時，就唔敢講客話，因為我驚講本人看唔起啊。故說嗰陣時，佢哋係愛特別去好講好老話，係除嘅兩三人全部卡嘅時，當做嚟講客話。幾理解咧？等於我爸爸咪用老外講，佢就講佢哋學校嘅時間啊，係講客話講母語啊，就真叫佢本嘅乖牌嘅，就做唔得。講方言安陽，我說我其實談起安陽講嘅故事，我完全想象唔到誒，反正知道因為有安陽嘅事情啲嘛，韓國後面啊，佢到台北來走條路，佢走條路嘅時候，佢完全係唔會承認佢係客家人嘅，真係我本人看唔起，因為啲台北嘅時候才較讀書嘛，故所完全會講我唔會講我是來客家人，除非係讀到客人嘅時節，就會老騙講我咩客家人，故所我爸爸咩老外講，可能咩因為嗰時節。掛狗牌啊，也係一條緬因，也係呢張有一個客語斷層的問題。但係客家台灣嘅本土語言就有動態嘅傳承，就係嗰種是可能經過34年嘅不能說方言的時代，故所將佢按呢嘅廢棄咧。這樣子就泄露我的年紀，因為我記得我係小學3年級嘅時就講解嚴，喊解嚴係，你幹嘛？我講嗰陣時，你沒有冇講發現他係掛狗牌呢件事情，可是嗰陣時係真係都學到講客係一件當奇怪嘅事情，所以唔會有人講客啊。唔過談講小朋友談過嘅當特別嘅故事係冇？哦，因為像阿爸係媳婦，有啲媳婦嘅五府嘅地方，有個地方叫五府貴少啦。佢規間學校全部就係客家人。唔過嗰陣時咪嗬，先生係外省人，故所嘅政策下來加下咪嗬，講盡說方言嘛，做到100發5角嘅人，聽100發1口，嗰陣時來講動態嘅錢，係啊，那係冇錢用嘅啥，勞動去變數，啊，你做得嘅抵消，然後還我從也搞遊戲叫佢掛牌。我做到下一個人，鬼抓人啊！係佢排一張本記案嘅。唔過另外一隻情況係乜嘅？嘅葉定華老師，先講葉定華老師就係對做口譯，嘅客家話即時口譯嘅一隻先生啦。啊，佢係讀嘅新埔嘅一隻眷村國小，佢隻客家話嚇就2-3客家人，冇河南人，其他全部係外省人。故所咪嚇要政策下來。這先生唔是特別去禁止啊，冇人會講啊，他不用去禁說方言啊。電動係乜嘅？你話，嗰條學生啊，係咪去問過？人客家用嚟講。你知道咁奇怪嘛？因為嗰條路邊啊，嗰條路邊全部係套嘅，要地係套客家線橋。嗰度嗰條啲福卡咪嗬，我聽到自己媽媽都會講客家話，就做動詞啊，就好奇，係咪去問過？人客家用嚟講，就變成講。你在學校教師冇班啲客家人教下咪嗬，按那東西點到我永遠知道，很氣哦，不以稀為貴，也不需要去禁止，因為佢就強會冇睇咧，不需要去禁止，反而會有人去問。係真嘅想唔到，可能會因為講頭擺嗰種禁方言，可能係大家天氣、大間學校都一定會禁方言。冇想到會因為嘅天氣、體育嘅政策有所冇強用嗬。不過談講嘅時間1970年代還有個天師台，然後一部天師劇拍咗客話啦、河洛話，係第一部按嚟拍嘅天師劇係嘛？嗰第一部咪後加講嘅1970嘛，1970，跟好多韓流。哦，先講一唔係韓國的韓啊，係韓流，韓人嘅韓流。我覺得愛唐太寧講翻，愛咩吃到東河。我們來講笑話，就講，這個強在政策之下咪吼，佢講禁說方言。不過嗰陣時一第一浪啊，佢播出嘅佢效果當好，佢為到講本所有嘅人就了解一下啲乜嘅內容。好，不過當多人亞省人就搶我講下。談客話，冇就搶我講河洛話，跟外省話嘅就談唔上。嗰時候為到政策上的宣傳效果，你就嗰陣時老三台嘛，台師、總師、法師嘛，就一台播一種。
係一台就白魚、好樂個客家，安尼就是也係第一步這樣宣傳。係強大政策之下，不同的環境情況，會有不同的變化。其實你東南想將你30-40年前發生那種事情，好像總得講自家嘅母語吼，唔過你種事情經過後吼，本你看啊通識咧下，做得講下，做得講好羅話，做得講自家母語嘅言台吼。唔過你下你真個多進來看一下吼，有超過有64個客家民眾做得唐嘅是客話，韓國有強有日本嘅客家民眾，每個按流利嘅客家話。冇可能，嘿。impossible 呢？伊個調查員係咪冇攞一個台北嘅戶口地圖來調查？嗰個通號地圖哦，使用嚟講大家好呢，完全冇人會講下呢。你講大家好啊？你也信哦？全部嘅人全做嗰個心來擺呢，正經嘅大家好，完全唔會講呢。係，古早來到後上台上講嘅時候，你都知道。正經來到還有上台上講那個客家人的世界，你才發現，我好像啞巴哦。唔係講下係咪？好啦，而冇因為自己唔可以講就講全世界客人都唔可以講下冇。你哋客滿大家說，你嘅客你嘅長度都難到10分，你自己知道自己得到幾多分？來看一下，你後生人都係會講下冇？可能你哋後生睇常講嘅來賓，可能係客會講下嘅評語嗬。唔過客家人嘅觀眾朋友，唔係看一下自家嘅字自家嘅 sale 會講下冇？韓國唐嘅是客話冇？會講幾常嘅客話咧？大家下好就做得標準了。先來看一下字以後嚟啦。至於知道你客話喊做的，做嘛搶本自家7分聽聽。因為我感覺我客話感覺做的係因為我自己後生人地位度，很想講來係很做得嘅。唔講那係自己老人家自己談嘅時，佢哋就會感覺講冇按口語嘅感覺，因為青島嘅老人家就會講清湖嘅客家話，係那係真正讀到清湖嘅，我就跳拍嚟點，跳拍嘅，就會變成7分，係，嗰時候還係繼續上網答辯好。哦，這樣子就顯得你白。你都講嘛，嘅講只客動物係嘛？你就不會送嘅湖啊？哦，全部人就你睇你家好喎，你看做嘛咩本自家7分咧？我咩本自家7分咧，因為做我客家話，即係啲動作。講客家話動作睇見動作啊，可能我自家客家話唔係非常嘅好嘅，因為我因為我做我嘅上司啊，唔係講嘅動作嘅，我說有上司我嘅做 PR 師睇面啊，就會講你上司要注意到嘅，我說我本我自家7分，所以我沒有靠到中高級，唔過我自家知道呢，我客話要較糊掉嘅，要較流辣掉嘅，應該蠻敬重啊，有點敬重，當敬重，講客話當敬重，因為這邊有上司。講嘢講唔錯嘅話，客話客語嘅咬字啊冇清楚啊，整件動詞出嚟講，你也冇清楚，也講唔好。啊，你出動態咯，故說也後生人也客本自家7分，整件係愛較上網答辯掉嘅啦。會見人本自家係8.5分，係，唔係講當好啦。可是應該談講讀寫都差唔多做得叫上以上。韓國咧係有教韓語，所以我知道韓做的啦。咁我知道我哋咁錯到咧講是當厲害。真是啦，咁講哈，就本意按落咧，真嘅。再嚟有冇人嘅知道同驕傲嘅成員很多王太賢，王太賢，王小寶，1分啊，1分啊，有冇同驕傲啊？1分啊，1分啊，係冇？咩啦？一家個個大條命啦，咩啦？幾命？9.999分啊！咩以為是什麼純金嗎？咩有滿分沒100分係？咩10分？哦，10分啊！哦，佢排死人啊！冇聲音下都按嚟9.999。我都多啲好嘛？咩冇按嚟？邊係講啊？客話唔好咩嗬？用調絲嘅嘛？係啊，用故意嘅嘛？做咩講啊？我講客話當爛，又整件都得去衝壁嘅，啊你做唔得？去衝啊！我講啊，我講嘅客咩好唔好？我啊你要唱泰國式牛排，係冇意義嘛？沒有意義嘛？係嘛？對嘛？蒸牛排。當然，我而家客話當好。泰國都做得出嚟。
我啦，这你都够100%分呐。最尾有一个人写一个很特别的数字，3.1415926，那个数字好像很耳熟。这是圆周率，圆周哎呀，我本来自家3分。差不多3分係認為，我感覺我嘅下尾真緊咩係暗號啦。像我掠下哦，雖然哦比以前很好一點啦，不過還係袂當袂讓我自家想來講嘅想法用完整啊流利嘅方式來表達出來啦。所以我本來自家圓周率嘅分數係認為吼，我希望我學習講下尾嘅能力吼，做得從圓周率嘅小數點強咯，完全唔會就結束嘅經驗啦。哇！電視機頭前嘅觀眾朋友，也無卡嘅聲音嘅用法來學客家咧，等下轉來繼續留大家來分享了。主持節目嘅時候，就是講哦，言來一次，哦，口是動整，我剛才講言來一次，言來係按呢哦，口是動整嘅，咁有樣。來去，來去嘛，來去哦。唔講你愛去跳，就同你講來去哦。佢時常就講，你啲來去有，呢度是啊，真係偏拜偏愛，真係哎呦，動通空唔掂喎。歡迎大家到咗嚟後生太上宮嘅節目現場嚇，剛剛有問到大家嘅評判嘅分數，本自家7分嘅唔可能嘅3.1415926。兩下我就當好奇，你都啲嘅8強一開始來了嘅後生太上宮嘅時節，真緊像啞巴，真緊。跟報滿用班老界，學會學盡來，能用班來學習咧。其實哦，係介東西係我出社會嘅概念嘅3年咯，我希望我自家唔想去試做吼這個順分上嘅客人啦，我想去做正經嘅客人，所以我是拜託我爸爸哦，而家是慢慢教我念嘛，所以哦我就帶我提一擺吼，我爸爸教我念嘅客語嘅東西哦，嗰係我嘅筆記，我是而家是用注音啊，還有英文啊。拼出來嘅注音哦，將做啲本來啲用半念啦。咁講吼，相信因為我嘅個性啊太機車了。啱啲，嘿，已經動到啦。相信我問佢，用半念，佢講，我係靠感覺啦。我是話，你按樣做唔得哦，為乜嘅做乜嘅，讓我講。後來哦，因為我嘅上進同台咧，我媽媽相信我衝出來個，我會欺負你爸爸呢。咁講我正經我講。全世界地圖哦，是就我爸爸做的安用音包容我學習語言對求完美嘅個性啦，是就佢啦，所以我真正當感謝佢，但係係我嘅爸爸，係我最感謝嘅欣賞安用。真嘅，我好感謝我爸爸，因為我知道咧全世界冇天意啥，像我爸爸都係原來等你嘅。係啦，咁最近社區街道大量嘅客語嘅欣賞係乜啥？阿媽，係阿媽當厲害嘅摩托馬嘅出口，是佢當話講鑼鼓人言，從佢頭擺時話我當記得嘅，佢從頭講啊，現在是強人，現在是強人，唔知乜嘅意思，唔知乜嘅意思。現在是強人就係講你求下錢，你嘅罪，而是乜嘅東西，而是乜嘅東西，是比喻講你很貪心，一直吃，因為很快就變窮啦。係啊，所以我只好多佢頭擺都用安應該會教訓我，所以我哋一下都唔會講。真見嚇，其實嚇鑼鼓人嘅咪係啲客人嘅智慧，係你嘅智慧。故所我你一下因為從細嚇同阿婆講佢罵啊，要用係鑼鼓人嘅故所，我現在也算是還可以。很早都會講嘅鑼鼓人嘅客人啦，你一下嚇你財唱嚇要。你看50年就30來自你嘅客家戲曲學呢，為乜客30嘅戲曲學人嘅推別嗬？你哋嘅客話係啲戲劇學人爭學到嘅係冇？其實呢，應該係講，因為你可以從客家戲嘛，嗰時候就會開始看嘅劇本啊，嗰時候就會開始從8強剛剛嘅就會注英文，係就會注記，就會開始講客話，因為你嘅環境就會完整嘅係帶到好高啲程度。嗰種時代下落同後面會開始講客話，就係你有段時間出嘅戇嘅時節，因為
冇想杀价超嘿，可能佢做嘅時候唔好看，我唔好看，唔好看啊！就會開始講客家。不過我感覺嗰樣是我嘅客家咩，冇非常嘅流利，還有非常嘅熱爽。咁乜嘅世界上變咗日常時條嘅對話咧？因為係講真，因今年嘅客家天台開始主持客家廣播節目嘅樣時，就開始應來應講客家，因為嗰樣時除嘅天台地位都真多嘅總批，嘅總批對於呢節目嘅要求就真高，跟我嘅節目又都會係客語費補助嘅，嗰種咧嘅客語嘅比例啊，一定會真高。嗰種我就會時常提倡起家，係嗰樣時我還有一隻節目係來我嘅搭檔就會黃永他先生，阿他爸，嗰樣時咧因為佢就會非常唔會講客家嘅先生，嗰種嗰陣時我老記搭配嗰陣時，那喺出嘅節目當中啊，我講唔錯嘅就是講總得按用量，就吃只糾正，然後你改正，改正我嘅客家，我就會時常我記得講按用講，老記後時慢慢就進步清楚，古時咪先感謝佢。他生意都有心中嘅恩師啊。小鳳係對戲劇學院長好耐嘅客家係冇？嘅後天啊，還有先天呢，我們要感謝啊爸爸媽媽。現在是要領獎嘛？領獎，個講說差異，邊係知道咩？嗬，一個家庭嘅環境同創業，因為學校全部講國語，做戲服卡了，喺度嗌咩講國語，我爸就話講，唔講乜嘢嗌聽唔識，讓佢講下。係古時嘅安尼要求咩？嗬，我真有機會學講下噶。嗰係要後天啊，呢度戲劇學院客家戲曲，因為上次生活之中要講嘅嗰條客家話，有啲要唔曉講嘅，啊唔曉講嘅就做戲家，而家講緊。嗰條鑼鼓語言啊，師傅法啦，平常時唔可以講啊，咩冇批飛學堂啊，嗰就後天的學習。古時我感謝先生咩動到啦，不過最主要嘅咩我藝很學啦，古時我感謝就開玩笑，唔該啦，真件戲啦，都感謝我啦，所有嘅客家戲曲嘅老師。老師謝謝哈，好嚟，多謝，呢個。係啊，其實啲戲劇學院真件好動到嘅啦，唔過我感謝嘅行係我嘅爸爸李貴生，啲入邊本人嘅愛心什麼嘅案子。貴生哥哥。冇啦，其實我這個世界真件因為我爸爸動腦客家話非常排斥客家話，唔過咩因為佢。後面嘅時節鼓勵我講客，鼓勵我做客語嘅事情。本來知道哦，客語啊係我當中伊嘅母語。係嗰幾細個時節啊，雖然我唔好講客，唔過啲幼兒園啊、貴校就教我講客，教我羅馬拼音。係，嗰陣我知道我爸爸真係係我嘅同學嘅先生，係個同胞用我講客話，無論真爭有爭也係無爭，都鼓勵講。後生人聽錯講客話，也係人母語聽錯愛把握嘅。誒，所以咧講來真。同學，你本自己嘅站，我呢個站同站。講到戲劇客家戲劇，誒都啲誒客話，唔單止客話，好多話嚟嘅漢語方言都要混讀，韓國拍拖，誒都做戲嘅時節，接上會講到係混讀音哦，你嘅混讀音，然後平常時嘅拍拖會唔會落腔下會？咩茶咧？有，因為開始我主持廣播節目嘅時間，因為以前嘅客家都大部分都係從客家戲地會學嘅。嗰時候主持節目嘅時候，有時就講哦，原來如此，哦，口是動真。我講都原來如此，原來係咁啊，口是動真嘅感覺呀。有時我嘅搭檔就會笑我，講嚟係乜嘅東西哦，我係唔知，客家用白戲，我唔知有哪問題咯。哦，原來咧係混讀，你平常時講下啲客口語嘅，雖然我哋客家講進步青島誒，所以青島地方學習到，唔過用版都冇呢個阿莊古按會講。真嘅，哎呦，阿莊古一個小字典呢，哎呦，你嘛個有啲圈地呢，因為太平哎呦，我啲小難捱咧，真係用得太假年前講，用唔得太假年前講咧，好嘅理解。我咩可以分享一下？唔過我喺啲批演嘅時節，啲戲劇嘅音樂真色彩有啲影響到我啦。比方講，我哋喺批當見大家詞，比方講來去來去嘛，來去哦。唔講咧戲劇就仲可以講來去哦。古時候嘅時節，我批嘅時節就講來去哦。佢先生就講你啲來去有，呢度需要你。有嘛？等一下。我係批演批拜批，我
哎，真嘅，哎呦，动痛苦唔掂喎，我係唔掂個會發出一條嘅氣球嘅一條嘅詞彙。我所以其實片真係動痛苦，唔過後面啊，天天嚟彈起嘅片，就真係知道哦，慢慢嚟改進。跟小鳳來補充一下嘅氣球嘅詞彙，然後你懂到其實成法來講，我只有懂好少，像懂法傾家下啊，真是扣分。有扣分，可分。還有叫恰慢，恰慢。等一下就等一下嘛，個恰。等一下就講等一下啦，恰慢。係啊嘛，我冇乜嘅好上骨。係啊，就是說，那生活上來講，只要懂奇怪。係啊，真係懂奇妙。唔過講到漢啊奇妙，韓國誒你講客講中多，誒上次在講方言嘅時候，我有客家方言誒，真係。就乜嘅？哦，我剛剛有講嘛，我劉廢紙。有冇那種客家話嘅腔調會出來冇？阿志怡。有，我有陣時非常嚴重，跟住我以前我係唔知咧係客家腔，係就講誒丟垃圾，丟，我念丟咩丟係好。唔到嚟，係丟唔係丟啊！唔係而家上嚟講正確嘅，叫講唔出來。丟，跟住我時嘅同學就講，你係客家腔，以前我真係唔知，因為我從細到大都念丟，我嘅爸爸媽媽咩講，哎用係唔對嘅人點冇。咩嘢係冇？較經常啊，到3、4年前係這樣提講，原來我去到本問頭家講幾多錢，係客家幾多錢真嘅，幾多錢？因為同學都講係懂幽默，點冇啱？你不是幽默，誒，不給咩語言好？就自我介紹啊，即特別帶走中基本知道子語孔，你講國語，講客家國語，大家都孔有，所以認定這個客家國語係，我注意投出嗰些自我介紹，我知道大家講誰，頭先講劉廢紙。哇，姓劉，你是哪個廢啊？劉廢，閒廢的廢啊。不是好廢的廢啊。閒廢的廢哈，誒，跟你講嚟講，講到啲客家方言。我似講，這種係冇乜嘅客家方言，之後有客家方言人，接上都會開到強。竟然真件都會看懂到客家嘅方言唔掂嘛？我說我似個試驗強嘅捲舌音冇較重，我說就冇乜客家方言。唔過我爸爸啊有啲客家方言，就係大拜啊安唔一樣啊，就係衰夢嘅時節，就會老幾個阿爸你要有嘢好夢，祝你有個好夢哦，這樣子，爸爸就會。恩愛就會講，哈，你們要有個好夢哦，他就好夢哦，這樣會做夢。對啊，客家話語。嘅唐講吼，自己有一個動物嘅客話嚟老大家分享。係我輕中醫嘅輕電影下嘅輕舞嘅就會神的下死，就會流星嘅意思嘛。你剛剛講流星嗎？流星啊，你嘅流星嘛哈，就神的下死啊，流星重他嘅，跟神嘅就不，哎呦不用試，輕電影下哈。因為我頭擺去嘅綠島嘅時間啊，我加上一看到流星啊，就讓我漢語朋友講，哦有事，就看到流星。神的下死那個流星雨嘛，哦下死，Oh my god！我知道啦，清潔動搖畫面，唔講唔係好嘅畫面，係動。清電影下嘅。清電影夾。哎，聊下先，你先聊一下，等下做嚟聊，大家講下學客話有乜嘅好處，用版嚟推廣客話咯，嚟你先聊一下了。你香港嘅時間，我其實有一款欣賞，誒偏愛朋友款欣賞啦，我冇偏啦。如果其實幾中意，我係客家話，我係客家人咯，然後佢就講，哦，嘿哦，我係咩客家人，我係梅州嘅客家人咧。結果呢，我就去用客話嚟對話咧，然後知道哇，原來客人做得咁有貴，結果真係唔聽，係冇啦，咩都聽。幾時節，但係本來要錢啲嘛，當歸哦，佢就算係50錢。歡迎大家到咗嚟後生台上講吼，加自己分享嘅動物同甚至嘅客家話神的下死。觀眾朋友，好起來嘛！現在趕快抄筆記哦，還做得，還做得，好唔好？然後問大家係師兄哦，你學咧按多嘅客話，你知道有乜嘅好處咧？阿志？有從我你下開始做客家嘅主持啊，還有演戲啊，我就會慢慢去注意講，順風嘅人係講乜嘅語言，我做嘅路風就讀到係講客話嘅老人家，覺得講客嘅嘛。
我要讲哈，就开始打嘴鼓。嘿，像我今天做天台嘅企划嘅种事，因为你做企划还出去做嘅记者会啊，还有访问人啊。嗰时候嗰种事，那系我访问顺丰嘅陆顺丰嘅阿公阿婆嘅事情。然后阿公阿婆在请问下，今日参加啲只发通啊，其他拢爱讲下，佢就讲好生意哦，讲好，我就会开始。佢聽到咪嗲嗲，就會非常嘅熱情，就會回答千度嘅問題，就得到千度嘅內容。係，嗰條價就講哦，我做嚟千好。你講咧？真見講行嘅好處非常嘅多，尤其係對阿公阿婆真嘅親啊那樣啲嘛。唔講我最印象最深嘅，就係我有一擺去香港，去香港嘅時間，我其實有一款欣賞，我平我朋友款欣賞啦，我冇騙啦。唔講其實幾重意思，幾重意思係非常有名嘅重意思。我朋友就講，你本去看一下啊，冇聽說牛香啊，我就講，好啦，佢講牛香，佢都係退休咧，佢都係退休咧，我就本去看一下好咧。唔過其實意思就係。那個香港人嘛，佢就用東簡單嘅方言，然後嚟對話，說你哪裡來的啊？什麼什麼這樣子嘛。唔講我就講哦，我係台灣人，我係客家話，我係客家人咯。然後佢就講哦，係哦，我係咩客家人？我係梅州嘅客家人咧。我就講哦，我係咩梅州嘅客家人？結果呢，我就去用客話嚟對話咧。然後知道哇，原來客人做得按用貴，結果真係有香，係冇啦，沒重點。結果呢，老大媽，我們從幾時節大媽本來要錢啲嘛，當歸哦，佢就算係唔蝕錢，完全唔蝕錢。佢就講哇，看到人家台灣又按香港人，我講客話真係當歡喜啦。香面嗌嘅朋友啊，講咩愛看醫生嘛，結果呢，係本佢大賺。大有6隻哦！真嘅係唔係講客語嘅，無論啲 international 嘅素材都做得有。唔跳講，不說叫我數錢，唔跳講叫賣錢。唔跳講喊大6隻嘅，係咧，人講好嘅啦。所以我們有讀過講客話有好處嘅地方。然後理解佢有一定會好好利用安尼嘅關係。利用真係太好。我有上次家講，唔係糖豆嘅就講客嘛，糖嘅就講貴語家講嘅客家貴語，知嘛？做生意啊，去市場買菜嘛，糖豆佢講咩講？你客語係嘛？哦，係啊，一開始反正一樣那一套。那你客語？哦，係啊，阿香上就咪講喎。我台北客語係要講客，哎呦，一開始懊惱然後就要切入重點啦。我想較便宜啲，但有7間銀出7間銀嚟錢。你看到哎呦，一小顆輸數，按這塊冇只種出來，我讓處理啦，嗬，就送嚟哈。哎呦，唔安尼啦，真係。呢個都係客家人啦。係啊，而家就講啊難得嘛，俺們說親難得啦，有眼前的來兄弟嘛，對嘛？呀，師姐就做嚟講有眼前的來兄弟。大家講好啦，全部送給你啦。對啊，唔但係2天4天係嘛，還有其他嘅事情。因為我係做業務嘅，上次去客戶嘅度拜訪咪嗬，我看到嘅調價咪嗬，就留意員工咪嗬，條條講行啲嘛，因為我去拜訪我係講貴語，誒調價咪嗬，就上個唔係本來談嘅事，佢就對家員工講，從本人嘅來報幾多錢。哦，係啊，按那個啲，嗱就啲扁筍啊，我唐軒軒啊，就啲講，哦，而家報幾多錢？貼着打，就係講，我還有一隻新嘅方案哦，喊他貼片咧，我咁樣講。你係講法語？好，當然我講法語，我就別講嘅，我就夾唔啲而家講嘅係客話，因為我談嘅時佢都講嘛嘅，咁所以我知道。叫佢講下啲啊，沙飛松要動到方面嘅地方。剛剛啲生意真係呢兩面人呢，雙面刀呢。剛剛講嗬，冇穿起間銀嘅錢，然後就穿起間銀嘅錢。冇發現到嘅。係啦，其實大家講到按多嗬，學客話啦，學講人上癮，係一個當年輕嘅是很窩心嘅事情。不過，然後像大家你後生人講呢，40歲以下還會講下太快去拖兩片啦。我等下嚟看一下最尾一點嘅新嘅唔曉得講客，係因為屋卡冇乜嘅講客話嘅環境來影響到。大家知道講客嘅環境真係當中有冇？
给你讲。我知道真係當重要，因為語言其實真係是有環境嘛。希望大三年哦，學英文，做乜嘅發按到嘅錢出國，冇啲台灣學唔掂啊。佢說語言出嚟按樣啊，聽錯啲國下啲度，我要環境按樣。唔講啊，我有一班吼，就按樣推廣漢語合法嘅教學，我咪要做漢語欣賞嘛。佢說幾時陣我係一件一件大本嘅優異演講，我哋嘅政府吼要推廣一條嘅免費漢語課程，給演送人我來吃寬奶毛。佢就講。哦，唔是啊，跟外條嘅新人嘅啲屋下又冇講合法，合法因為影響到英文，佢做乜個又好咯？我想係知道一漢人嘅觀念，係個冇傳承啊、母語啊一種觀念啊，真係係非常錯誤嘅觀念，因為一下學漢語啊，真係會聽書。英文嘅，真嘅，人先生真嘅唔掂，你合法要當到東南音嘅潤唱 L 入嘅音啊。冇錯，比方講，人講什麼 say up 嘅嘛，呀什麼 up，一出 up 嘛，嘅 UP 嘛，錯冇，就係好多英文嘅啦。誒，喺台灣嘅本土語言地位吼，然後河洛話、客話，然後方言地位，像客話有 V 兩個，嗰種，然後學英文當然有幫助。誒，你基本猜從當到都會漢語先。啊，唔單止教客方面要教客家言咯，等於個教細學生嘅時節，教小朋友用版來推動，用版來寫誒小朋友嚟發現。從我以後教啊，我會帶三項東西啊，即係吉他、故事書、繪本啊，還有電鍋。啊，填包？煮東西嘛？填包。直接煮東西，我帶。吉他是重構的嘛，和帶繪本是在講故事嘛，帶填包一定是在煮東西啊。我都好搞走過水班呢，7、8沒走過，所以簡單講，我全部都走過。因為你係讓好講好一件事情變神奇啊，嗰啲老嘅先生其實有間飲，所以成件事都唔係好。就吃到漢語懂咯，客家懂咯。我們大班嘅本嘢就識啦，一家大，所以我知道佢變得好高嘅事情。唔講我起多啦，就是母語大家學習，還有轉到源頭。還有轉到福卡，韓國是係輕鬆要嘅先，你自家嘅態度，你係咩認同你自家嘅文化？因為我是講認同比你外講好重要，你外講冇好啊，你外講講要講自家人，同埋韓人講自家人，我係是都冇認同。真嘅，大家都講到青島嘅一個重點，就是不是說講吼。客家嘅傳承嘅體點，都係用版來傳承。我對於福卡又係後生人那片來開始阿小鳳。還有一點就是講，你要按辛苦，要有個環境，要有個環境，個環境的那個養成咪吼，要有政策，按嚟有小可條件去寫。從嚟下學校我們有教嗰條客家嘅課程，本土語言啊。不過嗰條那總唔得列入個正式嘅成績咪吼，嗰份。發生乜嘅情形，就讀到期中考、期末考，佢係挑一隻本人標題嘅科目。冇錯。係啊，因為佢冇創業話，佢呢嘅成績不能列入正式成績。要教佢嘅考過啦。係啊，啱啱要想講，客家要按到相關嘅研究所。唔假使講按啲成績咪好，你把它講正式，看有乜嘅把它規劃咪好，按啲成績都在做日後嘅按嚟加分。推甄的依據咪吼，按你話增加當到家長去本咧學生嘅去學習按你合法嘅動力。冇錯，真嘅。白金渠道咧，福卡係創新嘅當重要嘅會所麼？我感覺吼，只聽我向下扎根，從了下嘅客人哦，咩唔上啦，咩唔會啦，係冇反勁啦。所以哦，我感覺從後上台上講了嘅節目是當好嘅方式咯。不論吼，其實啦係對觀眾朋友來講吼，尤其係完全袂講下像我強人嘅音哦，做啲跳過我啲交流啊，對話嘅歌聲當中啊，或是用翻用物嘅詞來講啊，還有做啲對冇強人嘅主題啊，支持他學習下位嘅動力。我希望啦，我從人開始嘅故事，做啲鼓勵到所有我看兩個節目嘅人吼，做啲不論你係正在起步，還係應該上嚟學習，你上嚟背，上嚟嘿，你一個節目緊緊做啲給你一對翅膀，大家強下愛上講下喎。真嘅好我們沒有給你業配，動閒。真嘅，所以我就係希望哈觀眾朋友繼續來收看，因為後生台上講，因為客房當中的當見到，因為後生嘅時候就會有天嘅總把強，第三個、第四個、第五個總把強就做得出現咯。希望大家做得，然後客房盡到係自家嘅身份嘅代表咯。下禮拜同嘅時間繼續來收看後生台上講，要拍大家講。